大家好啊，我係 Leo 啊，歡迎翻到嚟圖表解剖室嘅每周分析啦。嗱，今個禮拜咧，黃金有一件事咧，就係壓倒性嘅重要嘅。點解咁講咧？嗱，黃金周線圖咧嘅 MA20而家係喺4386.79啊，而周線圖嘅 MA50咧，亦都係喺4388.08。咁即係其實講緊啲咩？就係綠色 MA 線同埋啡色 MA 線兩條線，只係差1.3蚊美金嘅嘢。咁即係話兩條完全唔同計法、完全唔同周期嘅均線咧，而家實質上面係已經疊埋咗一齊，變成咗一條線啦。嗱，上個禮拜五個金收價係喺4376.82啦，喺呢條線下面嘅11點嘅。咁 so far 嗱，今日開始到我而家錄片呢一刻咧，現價4392.15，啱啱企咗上嚟就喺線上面4點左右。嗱，呢條線咧唔係一個單單一個支持位咁簡單啦，而係佢係成個中期跌勢嘅一個審判或者一個裁判。個價如果企喺上面嘅話咧，你手頭上如果所有做多嘅 reason 咧，就會成立啦。咁但係如果個價唔喺上面嘅話咧，你就完全冇一個做多嘅理由，你只可以當成件事係一個反彈咁樣去睇咯。嗱，今集咧我要答你哋3條問題，就係第一個現價究竟係企喺邊一個結構位度咧？第二，推去上嚟嘅驅動力係啲乜嘢咧？咁究竟呢個推動力會唔會斷咧？第三就係今個禮拜大約係點樣部署啊？同埋我見到啲咩位嘅時候，假設我係真係做錯決定，幾時應該要認錯咧？嗱，咁今條片就會咁樣講。咁嗱，循例啦，同大家去做翻個免責聲明先啦。我去翻個 PowerPoint 度啊。嗱，本頻道致力於分享翻有關黃金啦、股票同埋外匯嘅投資資訊與經驗啦，內容僅供參考交流之用啊，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者承諾。所有投資存在風險啊，市場變化迅速，所以各位會員喺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，務必自行研究同埋考慮翻個人嘅承擔能力啊。咁好啦，我哋正式入正題啦。我哋成件事啦，啱啱講到啦，就係周線20同埋 MA50啦，都跌咗係喺4386至4388呢一個位置啦。咁其實咧，某程度就係一個中期圖表上面嘅一個判決啦。咁嗱，我哋先睇咧成件事，我係去咗黃金上面嘅一個位先，我哋睇咗嗱黃金白銀上面啦。嗱，so far 你會見到而家黃金現價係大概4392.15啦，上個禮拜咧係升咗1.15%嘅，白銀上面係65.39，上個禮拜係升咗1.68%啊。咁嗱，兩隻都係第二個禮拜收紅嘅，你要見到嗱，so far 第二兩個禮拜都係咁啊。咁嗱，但係兩個禮拜呢件事本身唔值錢嘅，即係市場有成日有兩三個禮拜嘅反彈咧，然後照樣跌翻落去嘅。所以嗱，我想你睇嘅係下面呢三項啦。第一 ADX 嗱，之前教過大家嘅 ADX14啦，就係已經升到32.07啦。嗱，ADX 過咗25代表咗啲咩？就係方向性成立啊嘛。過30就係代表趨勢有力啊嘛。咁嗱，更加關鍵嘅係就係我哋嘅正 D.I 就係26.31，其實已經反超咗負 D.I 嘅12.81㗎啦。咁呢個咧其實係8月初做唔到嘅事嚟嘅。咁嗱，如果8月初咧係跌完喺低位橫行，而家就係一個方向性嘅指標，由做空變到做翻多咯。嗱，呢兩件事咧就完全唔同級數啊。嗱，第二啦，就係我哋會睇啦，就係 RSI14啦。咁嗱，RSI 大概65.41啦。嗱，呢個數要小心睇嘅就係嗱，65並唔係超買啊，因為超買上面咧，我哋通常會講緊70以上嘅。咁但係65已經係偏 hot 嘅一個區域啦。意思就係咩？即係唔算貴到唔可以買，但係如果你係要再追高嘅話咧，個空間係非常之窄，係已經有限嘅。所以如果你今日追入去咧，賺嘅咧，只係一個尾水嘅，咁你蝕嘅話咧，係有機會蝕足全程啊！即係嗰個比例上面係會有啲唔同，有啲大細嘅分別喺度啊。咁而
誒、第三物就係兩隻嘅距離差。今日黃金嚟52周啦，其實 so far 個周高5602咧，其實仲係差緊21.6%啦。而白銀咧嚟121.56咧，係仲差緊46.2%嘅。咁反方向睇，其實由2026年低位起計咧，黃金已經係彈咗11.39%啦，而白銀上面咧係彈咗19.82%。嗱，白銀嘅幅度差唔多係黃金嘅一倍啦。嗱，呢個之前講過就完全唔係一個巧合啦，因為佢喺後面金銀比上面咧，同手數計兩段嘅位咧，我都會陣間同你一次過拆啦，會同金銀比今日同你講多少少啊。咁嗱，順便咧睇下呢一張回撤嘅一個對比圖啊。其實嗱，灰色底虛線啦係-20%啦，咁而兩隻咧都仍然係一個同一波下跌緊嘅回撤入面啫。咁其實黃金係-18.96%，嗱，白銀上面係-43.86啊，即係大概43.9啊。你會見到黃色線同綠色線上面啦。咁其實呢個畫面要記住一樣嘢就係，我哋而家講嘅係大級別回撤裡面嘅一個反彈啫，完全唔係一個新高之後嘅延續啊。兩者其實我哋做倉位嘅規模上面咧，應該都係差好遠嘅。咁嗱，我哋要睇咧，嗱，宏觀啲咁樣睇一件事。嗱，上個禮拜五同大家講嘅一件事就係滯脹上面嘅出現啦。嗱，而家講點解會升啊？就係嗱，基本上就係今呢一集每周分析最重要嘅邏輯嚟嘅。咁嗱，聽唔明後面所有位咧都冇意思噶啦。咁嗱，上個禮拜咧嘅美國數據啦，可以總括成一句就係嗱，增長上面咧基本上係有裂痕出現咗嘅。咁但係通脹仍然黏住咗啊。呢個 combination 有個名叫滯脹。咁嗱，我上個禮拜四都有即係喺直播上面都有略略講過下啦。咁而第一啦，我哋重複翻上個禮拜啲數據啦。嗱，喺非農就業上面係-2.3萬啦。咁嗱，唔係增長放慢啦，係負數啊，你要留意。咁而前一個月係正2萬，即係其實失業率上面咧，我哋係大概4.1%啦。咁嗱，更加闊嘅就係 U6已經去到7.9%啦。咁嗱，我哋再睇第二樣嘢嘅就係零售銷售按月咁樣去嗰個計算咧，就係-0.6%，前值係0.2%啦，而且唔係單一拖累啊。核心控制組咧，佢係-0.4%，即係你留意翻啲細嘅數據。雖然我成日話細數據唔使睇，但係當你去睇一個宏觀嘅環境上面，你呢啲位你就要留意翻去 mark 翻去環環相扣嘅去計數咯。咁而網購負佢係2.2%啦，汽車負係1.8%啦。咁嗱，網購負2.2%呢個數係特別值得留意嘅，因為嗱，so far 網購咧通常都係最有韌性嘅一 part 啦，應該咁講。咁嗱，而第三啊就係密西根大學啦，佢8月消費者信心嘅初值咧係由55.2咧係跌到落去51嘅。嗱，市場預期只係跌到50.6左右啫，但由55跌到51呢一個斜率咧，其實本身咧已經係一個信號啊。嗱，三組獨立嘅數據啦，so far 同一個方向，呢個就係上個禮拜點解金銀反彈咁犀利嘅一個原因咯。正正呢三樣嘢同一個方向嘅時候，就唔係一個巧合，而係一個直接嘅催化劑。嗱，咁再講啦，就係通脹上面啦，通脹上面嗱，表面上係回落嘅，CPI 係由3.5跌到落翻嚟3.4%，咁 core 上面核心上面咧，佢係2.6%跌到2.5%啦。如果你淨係睇呢兩個數嘅話咧，你會話 so far 通脹好似係受到控制，唔利好黃金。但係嗱，一年期通脹預期咧係由4.2%升到4.3%啊！嗱，呢度係一個重心要留意嘅關鍵位啦，因為嗱已經發生咗嘅通脹係跌緊，但係市場預期未來嘅通脹咧係升嘅，即係對金價嚟講重要嘅係後者，因為實質利率係用預期通脹去計算嘅，所以點解會突然間出現一個反彈而唔係一個升進嘅一個原因咧？嗱咁嗱，最後呢一個位啦，我哋睇翻9月維持利率上面不變嘅機率啦，即係嗱而家 so far 係69%啦。嗱呢個數字基本上就係由8月14號喺CME 上面嘅一個參數啦。嗱你要知道一樣嘢，嗱一個月之前呢個數係42%，即係一個月之內市場係由傾向再加息
再變成傾向按兵不動唔喐喎。咁嗱，而背景係啲咩？就係7月28至到29號嗰個會議啦。嗱，聯儲局以9對3嘅維持利率3.5至3.75%啊嘛。咁嗱，三對反票反對票噶嘛，之前講過，佢哋主張係即時加息25點噶嘛。嗱，呢個係比較罕見嘅一個分裂啊。所以嗱，但係佢非農同零售一出咧，鷹派嘅彈藥咧，基本上係少咗一大截嘅。所以增長上面咧，佢係轉弱咗，但係佢通脹預期係升咗，咁就等於我成日講嘅滯脹組合咯。咁嗱，呢個組合就會削弱咗佢加息上面嘅嘢，所以變相我哋金銀上面會唔會可以有翻個反彈上嚟咧？就有少去 support 咯。但係我哋就係要留意佢係唔係真係反彈啦，定係轉勢啊，定係點樣咧？嗱，呢度再睇啊，同大家就係嗱，今次咧隻金咧升唔係話係靠個債息跌嘅，呢一頁係基本上我最想帶你哋去睇清楚一頁。嗱，好多人講金價就係得一句，啲債息跌金咪升咯。嗱，呢句説話咧喺今個禮拜咧係 exactly 錯嘅，因為嗱，你睇下第三格。第三格，佢嗰個美元債息啦，即係嗰個10年期美國國債息率上面啦，而家仍然係企咗喺4.7%，係離52週高4.75%，係爭5個基點啊！咁債息其實根本就冇跌過，咁點解我哋隻金會升咧？嗱，首先咧，嗱，因為市場計嘅唔係名義利率啦嘛，之前都有講過，係實質利率啦嘛，咁實質利率大約係等於名義利率減通脹預期啊嘛。而上個禮拜發生咗啲咩事？嗱，呢度有個傳導點，大家可以去記一記佢嘅，就係增長轉弱，加息機率跌，名義利率咪封頂咯。通脹預期高企，實質利率就會受壓，變相就係金銀受惠嘅。嗱，呢五步上面。留意第三步同第四步，名義利率封頂，但係通脹預期仍然升緊，一個唔升，一個升，相減之下，咁實質利率咪向下咯。實質利率就係黃金嘅機會成本，機會成本跌，我哋黃金就係有位回升咯。所以呢次金丁唔係話債息跌去帶動，而係一個名義利率上面追唔上一個通脹預期嘅。嗱，呢兩個講法喺結果上面係一樣嘅，但係喺幾時會失效上面，完全唔同咧，就係如果你以為係靠債息跌嘅時候，你就會等債息跌去加倉，但係真正你要望住嘅係債息會唔會升穿4.75%，呢個先係你要重點睇嘅嘢。嗱，咁當然啦，亦都有三個去 fact check 去究竟指向翻實質利率封頂呢個問題啦。嗱，第一，美元指數上面係99.42，佢跌穿咗 MA20 100.15嘅。咁而亦跌穿咗 MA50 100.68嘅，咁 RSI 其實只係得37.47啫。咁而即係講緊啲咩？就係美元自己本來弱咯，唔係金自己勁咯。咁而金銀20日啦，咁其實金銀20日上唔相關係0.899啦。其實兩隻基本上係同步噶啦。呢啲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、我轉頭再講我哋去點樣做翻啲風控嘅時候，我會講多次。因為嗱，相關0.9咧，其實代表緊你係唔可以當佢兩個獨立倉位嚟咁睇。咁而第三樣嘢就係金同美元60日相關負咧係0.495嘅。咁你負相關嘅時候成立，即係代表緊美元弱，的確係幫緊我隻金升緊啊！嗱，咁呢度重複一次咧，就係同佢講實效條件上面，如果今個禮拜 PMI 今個禮拜 PMI 數據同時 FOMC 都好似有個會議嘅，咁嗱，佢會令到債息升穿4.75%，美元收翻100.15以上嘅話咧，咁今日呢一個滯脹呢件事咧，我哋要收翻佢，呢個就唔係 exactly 係打折嘅嘢，就係 exactly 收翻呢一個睇法。咁但係暫時如果佢唔係嘅，我哋可以用呢個睇法。好啦，今日第三啦，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原油上面啦，因為嗱上個禮拜啦，成個時間線啦，呢度大家可以 cap 翻啦，即係 cap 翻張圖，究竟8月10號、11號、13、13、14咁樣，佢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咧？嗱，其實 so far 成件事咧，就係伊朗重新開放翻個海峽啦，個條件就係解除制裁同支付戰爭嘅賠款啫。咁嗱，呢個條件市場上面係讀成咗短期唔會開啫。咁而11號上面咧，美伊同
美伊和談啦，佢希望其實係轉淡噶嘛，咁而佢嗰個油係收88.91，咁嗱基本上係7月31號以嚟嘅新高嚟㗎啦，即係你會見到呢個個油市個反應係創咗7月31號以嚟新高，咁而8月13號上面咧，美方佢係稱可以無限期咁樣維持對伊朗海軍封鎖同埋加碼制裁啊嘛，變相我哋嘅油市地緣風險嗰個漲價又會再擴大咗。咁而8月13至14啦，阿聯酋指伊朗無人機襲擊咗兩艘油輪啦，咁變相佢呢個位置咧反應都係88.52啫。咁而家嗱做一個對比啦，就係嗱蘇花喺個海峽原先佢承載係大約2000萬桶一日啦，咁而 OPEC 增產係18.8萬一桶一日啊嘛，咁嗱兩者其實差超過100倍啊，蘇花差超過100倍啊，咁嗱所以結論係點樣？就係而家油價嘅主導權係地緣政治，而唔係供應嗰個配額。因為嗱，OPEC 加佢嗰個增唔增產咧，就係邊際影響相對有限咯，喺我眼中。咁而你唔需要花太多時間去研究呢啲配額嘅細節，反而你係要睇佢個海峽上面咯。咁呢個就變相係一個消息市，就唔係一個趨勢市咯。咁要睇實際過量戰爭嗰個保費回落咧，先係當個海峽真正去重開。嗱，呢樣嘢我就要重點去留意啦。佢絕對唔係一個油價回落做咗一個趨勢市出嚟，而係一個消息市嘅表面出咗嚟嘅。咁要嗱，大家略都同大家去講下技術面啦，即係快講個油上面啦。咁嗱，油上面現價而家係88.89啦，上個禮拜升5.95%，係收88.52啦。咁嗱，已經係重新上翻 MA20 87.97。咁嗱，呢個係第一度支撐位嚟。咁就大家呢度可以 cap 翻張圖。咁亦都重新上咗 MA50 81.82，咁中期都有支撐㗎啦。咁但係 MA100 91.38咧，佢係未過嘅，咁啊，大家可以重點留意啊。咁呢幅圖上面都可以自己去睇下，因為嗱呢條線咧，其實基本上係第一個決勝位嚟嘅，因為嗱過唔過咧，決定就係油價係一次過反彈啦，定係一個趨勢反轉嘅。咁而其他嘅指標大家可以 keep 喺度睇下。咁嗱，原油上面我唔多講啦，因為我知大家都未必係有炒原油，但係原油上面佢的確會影響金銀嘅時候，咁就略略同大家快講一轉。咁嗱，呢方面啦，喺原油方面啦，大家最主要就係留意四件事嘅啫。咁啊，我快快講呢邊四件事就係、第一，去海峽有冇真係開翻？嗱，截至8月14號仍然係實質封鎖㗎，美軍係已經改道超過咗55艘商船㗎啦。咁而第二就係、個有 MA100 91.38過唔過？第三，紅海延伸個風險，咁啊，so far 佢揚言威脅萬德海峽嘅時候，會波及到第二代嘅出口路線啦。咁呢個都要留意。咁而第四就係反向風險，如果突然傳出海峽重開，個油價係急回嘅話，通脹預期同步跌嘅話咧，就會一連帶拆走晒金價其中一條支撐腳㗎啦。咁嗱，呢個就係油價一個失效嘅條件。咁我哋呢個亦都值得留意啊。好啦，咁啊，重點嚟到我哋嘅黃金分析啦。咁嗱，黃金分析翻到嚟黃金啦。咁我基本上同大家由細到大講三層嘅啫。有冇三層同大家講？咁首先啦，日線圖上面啦，so far 呢個日線圖上面，咁個價已經係重新上咗三條均線㗎啦。MA24,204.98啦，MA54,129.79啦。咁而 MA100係4320.47，咁全部都喺腳下面㗎啦。咁而但係咧，MA200 4567.87咧，仲係喺頭頂嘅。咁啊，基本上大家呢個位要留意嗱，呢個組合咧，有一個標準嘅標準嘅睇法嘅就係中期係空頭，短中期係利多嘅。咁嗱，好用人話嚟講就係一個典型嘅反彈中段啦。我自己會睇嚟講，咁反彈中段我哋點樣做？嗱，唔應該用趨勢爆晒，即係沽倉咁樣去打嘅，因為上面仲有條 MA200等緊你。嗱，而你嘅方向優勢只係短中期嘅，咁呢個倉位嘅規模嘅問題啦，就係一個唔係一個方向對與錯問題，因為嗱。你見到啦，ADX 上面啦，我呢度
ADX 上面啦，咁啊大概32.07啦，咁正 DI 26.31大過負 DI 12.81啊嘛，方向性係確立嘅。咁而我哋嘅 Downtrend Channel 上面啦，個區間係3996.06去到4449.83啦。嗱，關鍵位就係嗱由近去到遠啦，阻力我哋先睇，阻力係4447去到4450啦。呢一個咧，其實係 R1上面加埋 Downtrend Channel 日高上面嘅一個重疊嘅位置嚟嘅。咁而第二啦，就係4518至4586啦。咁呢個就 R2、R3。咁你大家去睇翻，譬如前教大家個指標上面你係睇到㗎啦。咁嗱，支持位上面就係4386到4388度啦。嗱，就係開頭同大家講，去嗰個周線圖上面 MA 去重疊嗰個位置。咁嗱，如果你再落就我哋要 exactly 睇 P 啊，即係睇 P 位啦。咁啊4379.23。咁然後 S1 就係4308.63咯。嗱，咁今個禮拜我哋應該點樣做啊？咁啊，成個核心今個禮拜，我哋周線上面基本上就係睇呢兩條線，由一開頭同大家講嘅 MA20同埋 MA50啫。咁基本上喺呢幅圖上面去睇啫。咁而呢兩條線咧，佢哋其實收窄度幾乎係重疊嘅。其實你自己去翻 trading 嗰幅圖睇就知，佢兩條接近重疊，爭好少好少。咁係大概係爭1.3蚊美金左右嘅。咁嗱，點解咁重要？嗱，因為周線咧個 MA20其實係代表緊大約5個月嘅平均成本啊嘛，而 MA50咧係代表緊大約1年啊嘛。咁而我哋兩個完全唔同時間嘅尺度嘅參與者嘅時候，我哋成本線跌埋一齊，即係無論你喺5個月前入場定1年前入場，你嘅盈虧分界線都係呢個位，即係呢個位置一旦破咗嘅話咧，你就會出現連鎖反應啊，因為兩批人同時都要做決定啊。嗱，依家嘅位置啦，嗱，上個禮拜我哋收市係收咗喺4376上面啊嘛。所以我哋收咗喺4376上面咧，咁嗱，基本上我哋跌位上面係下面嘅11點啦。咁嗱，而家個現價咧已經係大概去到4398啦。咁已經其實喺跌位上面都10點左右啦。咁嗱，個價咧其實基本上就係騎喺線上面啦。咁而周線 RSI 51.55咧，基本上都啱啱過咗嗰個中軸㗎。咁即係中期趨勢咧，其實係處於一個未定到岸嘅一個位咯。即係嗱，其實呢度同翻大家睇翻跑況先。嗱，其實咧嗱，你哋睇到嘅。基本上佢係出現咗一個共振嘅畫面出現啫。點解咁講？第一，佢三個完全獨立嘅方法都係指向同一條線嘅。第一，周線 MA20嘅周線 MA20啦，周線 MA50啦。上個禮拜 VWAP 啊，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VWAP 係咩啦？咁我哋 VWAP 嘅指標咧係4380.7左右嘅。咁嗱，佢係一個成交量嘅加權平均價啊嘛，咁其實同 MA 線嘅計法完全無關噶嘛。三個獨立嘅方法同停一個位，咁呢個就叫做係共振啊。咁完全唔係巧合嗱，所以咧希望你記住一句，我希望你抄低嘅就係4386至4388呢兩點嘅空間，唔係一個價位，係一個判決咯。喺日線上面收上面嘅話咧，你手頭上面你可以繼續做多，但係如果收翻落嚟，你就要接受今次係反彈，唔係轉勢啦。留意我講嘅就係佢係日線收啊，唔係掂到啊。即係如果即使穿上去或者穿落去都冇意義，呢個盤你一定係要等收市收盤咁樣先睇到啊。好啦，咁啊，白銀上面其實都係大致上差唔多嘅啫，因為白銀上面你今集你只係記住一個數字就得啦，就係67.19。咁嗱，而家現價係65.39啊嘛，上個禮拜升1.68%，收64.548啦。日線 MA20咧，其實61.06，MA50就59.98。
咁嗱，兩條咧都已經係喺佢下面，即係其實短線結構上面咧，佢係好嘅，但係頭頂佢 exactly 同黃金一樣都有嘢，仲要有多啲嘢添，因為佢有 MA100、MA200，咁而周線 MA50咧，同埋周線 MA20咧，都同樣係密集咗喺66至69嘅區域啊，所以上面都係有稍微少少承壓嘅，咁而可以睇翻呢一個嘅重點就係、嗱，佢而家基本上三重壓力跌埋一齊係啲咩咧？R 一 Downtrend Channel 嘅20日高，同埋日線 MA100係三個重阻力跌埋一齊嗱，三個唔同來源嘅阻力全部都落咗喺66.5至67.2呢個帶咧，咁變相出現咗啲咩事咧？即係壓力越密集嘅時候，一次過突破嘅機會就會越低，所以我對白銀上面嘅一個 situation 我係會睇區間啫，而唔係一個突破，所以呢樣嘢要小心。而支持位同樣就係 P 位啦，同埋 SS。咁啊呢度啦，咁啊白銀上面啦，嗱呢一頁咧其實就講一個好多人做錯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我成日所講嘅波幅差。就係手數差呢樣嘢。咁嗱，so far 白銀嘅名義手數應該只係做黃金嘅大約55%啫，因為嗱你黃金 ATR 係大概1.92%啊嘛，咁而白銀嘅 ATR 係3.2%，相差個倍數咧，其實係1.83倍嘅，即係意思好簡單嘅嘢就係、同一個 account 嘅風險，白銀嘅名義手數應該只係做黃金嘅55%，咁而變相如果你同一個倉位，咁你做翻個 beta 去做嘅時候咧，你以為哦你係分開咗兩個倉，分開咗個風險，但係實際上你開咗一個倉，但係然後放大咗1.6倍，再乘翻相關0.9倍，你嘅真實風險係你以為嘅兩倍以上。所以如果你睇翻個回撤數字對比咧，其實白銀由高位回撤咗落嚟咧，係大概43.86%，而黃金係18.9%。同一波下跌裏面咧，你嘅 account 咧，係隨時個風險係相差得好遠，咁嗱呢個都唔多講啦，因為平時直播都有講得多少少，咁所以呢個就小心啲咯。而金銀比上面咧，其實白銀都已經係跑贏咗第一個嘅確認信號嘅，即係嗱點樣去睇翻白銀比上面去點睇咧？唔係，sorry，金銀比上面唔係白銀比上面，即係白銀佢跑贏咗第一個確認信號，係點樣去睇咧？第一樣嘢就係、嗱，佢已經跌穿咗 MA20㗎啦，so far 68.921佢跌穿咗，亦都跌穿埋 MA50。咁嗱，留意呢兩條線又係幾乎重疊，同黃金周線嘅情況一樣，兩條均線跌埋，咁破位就有意義啦。咁但係 MA164.86咧仍然喺下面啊。咁而中期上面咧，金銀比仍然係偏高嘅區間，所以嗱，再睇百分比上面12個月嘅百分位啦，其實百分比咧，其實大概係50.15%啦，區間係46.327去到90.898。咁嗱，3個月嘅百分比係大概淨係得31.75%啫，變相咧佢個值係正0.254嘅。咁變相講緊啲乜嘢咧？就係嗱，呢組數據咧。短期3個月金銀比已經跌到係偏低，即係白銀近期明顯係跑贏翻，但係拉長到12月咧，即係12個月咧，仍然係五波呀，即係直白銀即係追翻一段，而唔係相對強勢。咁呢個就係同我前面啱啱所講嘅數據完全唔合。由7月17號開始計啦，低位開始計，白銀多咗17.5%啦，而黃金係多咗9.3%啊嘛，白銀的確係跑得贏，但係實際上面佢只不過係跑追翻咁解啫。所以呢個位好多人搞錯嘅地方就係金銀比係槓桿放大器，而唔係一個方向嘅指標，即係唔好用金銀比去俾我睇方向。因為嗱，比率向下嘅時候反彈嗰陣，白銀彈幅係大過黃金，而比率向上嘅時候咧，跌浪嘅白銀跌幅係亦都大過黃金，所以呢個位置再重複同大家講一次啊，就係小心啲呢樣嘢，千祈唔好撈亂。好啦，咁啊到今個禮拜啦，應該要睇啲乜嘢消息啦？嗱，今日啦，嗱8月17號，咁大家其實 cap 張圖去記低就得㗎啦。咁啊8月17號啦，禮拜一嘅8點半啦，咁啊紐約聯儲製造業指數8月份啦，咁嗱前值就15.6嘅，咁同埋加拿大7月嘅 CPI，咁大家都要睇一下。咁 so far 你話影響大唔大咧？咁啊，純粹開週呢一個禮拜上面，
可能會定一定個價點樣去行咯。咁而8月18號啦，咁啊有翻德國同歐元區嘅錫爾特啦，同埋美國7月嘅新動工業生產。咁呢個上面可以睇翻環環相扣，其實增長裂痕上面有冇一個擴散。咁而基本啦，19號就係英國七月嘅 CPI 啦，6月係正2.6%，咁市場預期係回升，咁呢個係全球通脹黏性嘅更加 double 驗證嘅方法啫。咁而重點啦，嗱，今個禮拜兩個嘅波幅點啊，其實基本上都集中咗喺禮拜四啊。咁嗱，8月20號星期四凌晨2點啊，咁就 FOMC 7月28至29會議記錄啦。咁而呢個係成個禮拜第一個最大嘅波幅點啊。重點唔係話維持利率呢個結果，因為你基本上已經知道結果。重點係9對3呢個分歧嘅討論細節，三位主張緊嘅係用咩理據咧？而其餘6位係有幾多人係勉強繼續維持咧？嗱，呢一個係會直接改咗9月嘅一個定價。咁而同一日裡面嘅8點半到9.9咧，係有費城聯儲製造業啦，咁初請失業金啦，仲有美國、歐洲、英國嘅 PMI 啦。呢個就 exactly 我所講，大家要留意嘅第二個波幅點啊。因為 PMI 係直接驗一樣嘢，佢係驗咩？我啱啱片頭上面所講嘅滯脹嘅一件事，去驗呢件事。咁而如果 PMI 反彈嘅話咧，增長裂痕呢個咧嘅影響因素咧就會提前削弱啊。所以嗱，同一日去上晝咁，人民銀行上面 LPR 啊，嗰個決議1年期3.5%，5年期3.5%，已經連續14個月唔變啦。咁嗱，但係佢主要係影響亞洲時段嗰個情緒嘅，咁所以都還好。咁而21號上面都可以唔使點樣去睇，咁啊，so far 係最主要係禮拜四嘅事啦。咁呢個就重點要留意少少啦。好啦，咁啊呢度啦，同大家去講下啦。喂，黃金上面，咁我哋大概預測下，即係睇下佢中我哋邊個劇本，我哋就跟邊個劇本去行。咁嗱，第一啦，情景一就係、如果佢係偏多延伸嘅話咧，咁即係觸發條件係有啲咩？日線上面連續2日收咗喺4388，即係你可以留意今日啦同聽日會唔會收咗4388嘅上方，而且突破到4447啦。因為嗱，目標區間係4447去到4568啊嘛，所以你要睇首先企唔企得穩4388，第二可唔可以突破到新嘅區間嗱？而佢 exactly 唔啱嘅位失效位喺邊度咧？失效位就係日線收翻落去4379以下，咁呢個位置你要睇清楚少少，咁我覺得大概25%嘅 probability 會發生啦。咁同埋記住就係留意，就係要連續2日咯。因為嗱，單日假突破呢啲從即係呢嘅位嘅穿位啊破位咧，大家都好常見。即係上個禮拜會經歷過假突破啦，有見過假穿，亦都見過。咁而situation 2啦，就係區間震盪。咁嗱，其實我會偏向覺得區間震盪多少少，因為誒。你睇翻啦，嗱，觸發條件上面啊，係4308去到4447之間反覆啫。咁因為如果未有連續2日企得穩嘅話咧，基本上做法都係一樣，逢高做沽，逢低做揸啫。但係只不過你嘅注碼要細數。咁而失效咧就係睇下邊一日突然間有突破咯。咁就係我啱啱講嘅，有冇可能情景一，甚至乎我陣間講嘅情景3。而情景3我就係所講就係佢直接破位失守咗4308。咁我覺得稍為細少少嘅，即係你 so far 可能最快真係有機會，可能都要等禮拜四。我覺得機率仲少過偏多延伸，即係你話如果排嘅話，就係區間震盪第一、第二係偏多，第三係破位落咯。咁點解我會覺得係中間呢個區間震盪比較大機會咧？兩個原因啊，第一 FOMC 嗰個紀律會議同埋 PMI 都係禮拜四，市場大機率唔會喺禮拜一、二去提早揀咗方向先。咁前3日多數其實都係等咯，所以我變相覺得係震盪市多少少。咁而第二就係黃金日線上面係 MA200係4567.87，其實仲未收復噶嘛，上面亦都有一條大線去壓住咗佢噶嘛。咁3個 situation 都有一個共同點嘅，就係嗱，我要你留意一樣嘢，就係全部都係要用日線收盤做判斷啊。3樣嘢都係，因為你唔可以用即時串，因為呢個係純粹我哋自己去
睇一個市上面去睇翻一個確認嘅位置啫。咁外匯確認嘅位置唔係睇小時，唔係睇分鐘嘅收針，而係睇日線收針，你先係做最準嗰個。咁所以如果一日日線收針佢唔係突破或者破位落去嘅話咧，我傾向就係區間震盪咁樣去做。咁嗱，今日大致上就係咁多咯。咁嗱，大家就小心留意咯。咁嗱，so far 今個禮拜就同大家去總結翻少少嘢啦，就係、嗱，第一咁啊，黃金周線上面就係 MA20到50啦，我成日講嘅4386至4388呢一個位置，今個禮拜我哋要重點去留意啦。而第二就係白銀上面，其實上面已經有3個重壓力帶喺度啊，咁啊基本上咧，佢如果係強行突破到兼且企穩睇日線圖收針嘅話咧，佢就叫做轉強啦。咁但係如果佢唔係嘅話咧，其實佢大機會回翻落嚟。咁我哋就要小心留意啊。當白銀重力回翻落嚟嘅時候，黃金會唔會跟住跌咧？呢個係我哋重點去留意。咁而第三啊，就係今次個金升唔係再靠一個債息跌而升，係一個滯脹嘅交易。因為你會見到係增長裂痕削弱個加息論啊嘛。咁所以我哋就要去留意翻今個禮拜四個 FOMC 同埋 PMI 上面會唔會有一個轉變啦。咁而第四就係我話係啱啱所講啦，就係 FOMC 同 PMI 嘅決定啦。咁究竟係維持翻一個區間思維啊，定係會有一啲突破或者破位咧？咁呢個我哋就要睇翻。咁嗱，成件事大約就係咁咯。咁今個禮拜每周分析就完啦。咁就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嘅，就可以喺群組上面去講翻啦，或者喺 YouTube 上面留言，咁我都答翻大家。咁啊，今日分享係咁多啦。咁啊，多謝晒，再見，拜拜。